有饲鸡业者2023年时，按什么伫婚林县的轮陪来去饲鸡场，也毋过因为民众抗议，就停工咯。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又搁开始动工，有上百个民众就搁发起抗议，爱管政府要求业者就爱先停工。有北部条抗议上百军林大有村民因为不满原本已经停工的鸡条最近复工，过程中拢无甲居民沟通，质疑行政程序有乌上作业。黑箱做的甲管府迄个公所造成咱无法复工的证明，所以咱今日大家就是拢站出来反对，加20几个人，要决定咱大有村的命运。阮都会吵的。居民表示，这搭鸡条店轮陪大有传南平是业者2023年申请的，当时和村民协调2摆拢互反对，业者同意暂停施工。不过最近拢无搁开协调会，4月份煞摕到复工同意书，民众认为安尼无合理。在110年的时候是由公所初审通过后，那经由本府依据本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于110年1月24号核发容许在案。那目前已经经过公所核发建筑执照的阶段。昨天发生抗争事件那我们希望双方可以持续的沟通有村民表示，鸡条边有足侪田，若互污染会造成真大损失，一定会反对到底。轮陪乡公所讲，因为有居民抗议，代表业者无得到地方的共识，会要求暂停施工，要继续和地方沟通协调，有共识才当复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